即马国内疫情转好，不过伫前一阵仔有真侪人伫确诊以后是选择食清冠1号来治疗，效果嘛袂歹，所以看中医的人嘛增加真侪。卫福部长许瑞元今仔日就表示讲，清冠1号的紧急使用许可会延长到明年6月，互药厂有充足的时间，会当来做临床的试验甲申请药证。 新冠疫情到达3冬过，虽然即阵拢伫万例以下，但也是影响到民众的生活。中医师工会全联会12伫学术论坛表示，疫情地区看中医的人数增加，其中清冠1号发挥功效，嘛影响到民众求诊的习惯。我们整个来讲，大概整个中医的利用率几乎成长了40%，也就是560万的人，大概膨胀到800多万人在看。 有来到现场的卫福部长许瑞元嘛指出，清冠1号 EUA 会延到明年6月，互厂商有做临床试验，甲摕到药证的时间。未来嘛会将中药纳入药品欠缺通报。总统蔡英文嘛透过影片表示，感谢中医的贡献。未来会推动中医药振兴计划，鼓励中药材自产自用。中医师工会联合会嘛表示，除了清冠1号，去年阳明交大研究团队嘛开发净冠方的中药包，伫8-7年以上新的临床研究，已经有30多万包的使用量，显示民众的需求甲成效。他们那些吃的人，即使得了很轻微，那也没有什么，甚至有些就没有得到。那这些我们有做了一些相关的一些比较，也做一些对照，那看起来是有达到统计的意义。 中医师工会联合会表示，中药安怎确定疗效？清冠1号的生物检测，互因有真大的启示。未来中药的精确利用，会当朝向这个方向来发展。记者在立法会台北采访报道。